星島申訴王收到化名 Peter 嘅申訴，指佢有次因為頭暈入院求醫嘅時候，竟然被一名男醫生2次要求除褲檢查陰莖。事主懷疑被對方非禮，已經就事件報警，並且向醫務委員會投訴。Peter 本身係一名基督徒，同今次涉事嘅男醫生屬於同一個團契，計埋識咗10幾年，但係並唔熟絡。2021年4月有一日 ，Peter 突然感到天旋地轉，好頭暈，就喺團契群組講自己嘅情況。嗰名男醫生雖然係兒科，但係就主動打俾 Peter 話想幫下手，仲安排 Peter 入住私家醫院，由佢親自跟進添。呢名男醫生做完普通科檢查之後，喺冇護士在場嘅情況下，突然要求 Peter 除褲，話要檢查佢淋巴嘅情況。佢檢查就即係摸下嘅時候咧，陰莖咧就即係勃起咗咁樣咯。見到個陰莖勃起咁，佢就去睇下咩事咁樣咯。咁又講話你有啲斑點喎嗰度咁樣咯。咁跟住佢又拉低嗰個即係包皮咁樣咯。咁話痛啊咁樣，咁佢停手幾分鐘咯。頭暈要檢查下體 ，Peter 起初都仲懷疑㗎，但無端端對方又讚佢靚仔，檢查腰部嗰陣動作又古怪 ，Peter 開始覺得唔妥啦。所謂攣我條腰嘅時候咧，咁佢個手臂係困到我嘅即係陰莖咁樣咯，咁啊困咗幾次嘅，有少少被冒犯咁咯。由於 Peter 覺得有可疑，着翻條褲之後就嗌停止檢查啦。第二日 Peter 做咗磁力共振等多項儀器檢查，到夜晚嗰名醫生又以淋巴為由，要再次檢查 Peter 下體，又係話要攣個腰嗰度，咁又係困咗幾下，咁個時間短咗嘅，任何檢查嘅結果都未出。咁我又唔知關唔關淋巴事啊嘛，佢就係話要睇淋巴啊嘛，咁就即係叫照聽醫生講。Peter 唔想再被騷擾，自己要求出院，再揾耳鼻喉專科醫生診治佢頭暈嘅問題。大致上斷到症咯，淨係講得出神經線第幾條可能發炎嗰啲咁樣樣咯，就再去驗個聽覺嗰樣嘢咁樣樣咯。個做法你見到係識同唔識咯。其後 Peter 同朋友講出懷疑被非禮嘅經歷，朋友都話有問題，於是約涉事醫生出嚟對質。期間對方堅持做法正確，但有樣嘢令 Peter 好震驚。佢有講到其實佢係一個女性嘅靈魂，困住喺一個男性嘅身體嗰度咁樣樣咯，唔係淨係中意女或者淨係中意男，中間都有好多個variation 嘅。Peter 之後向所屬嘅團契投訴，但事件冇乜進展，於是就向醫務委員會同平機會投訴，另外又報警求助。直至到去年即係2025年11月，佢哋就決定要調查，咁就成立咗一個偵訊委員會 hearing 啦。咁呢個就排咗喺今年嘅11月。Peter 透露，醫委會對涉事醫生有5點指控，除咗行為不當之外，其中一項係涉嫌虛構病歷記錄。咁肚痛係佢作出嚟嘅。咁佢份表格寫肚痛咧，就係其實一份冇醫院簽署嘅，係佢一份 blank 嘅表格，佢自己寫上去。Peter 話當初入院嗰陣，涉事醫生以肚痛為由推斷佢淋巴有事，但 Peter 強調填病歷嗰陣冇話過有肚痛。有家庭醫生表示，臨床上通常涉及性病或者皮膚嘅疾病，並事先取得病人同意下先至會檢查男士下體。對於頭痛同埋肚痛要檢查下體，難以理解。星島申訴王記者曾經3次表明身份下，包括親自到診所、喺街頭上前訪問，以及電話聯絡方式尋求涉事兒科醫生回應，佢都以擔心影響調查為理由拒絕受訪，但就形容事件可能源於投訴人嘅幻想同埋抹黑。我哋亦都向咗醫委會、平機會同警方查詢。醫委會回覆話，由於佢哋有行使紀律處分權力，唔適宜就個別醫生嘅紀律個案作出評論。而醫委會秘書處一直有同申訴人保持溝通。平機會回覆話，基於保密同需要知情嘅原則，唔會透露個別個案嘅情況、結果或者相關詳情。而警方就話，就事件深入調查後，未有足夠嘅證據對任何人作出拘捕或者檢控。大家有冇其他關於睇醫生嘅投訴呢？歡迎留言討論啊！你申訴，我跟進，搵91999933，星島申訴王隨時候命。